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、地上和地底下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，耶稣基督是主，他是主，他如今活着与我们同在。让我们来高举主的名，欢呼和声那至高之主，仰望全能荣耀的神，哈利路亚！有我全力而力，期待。
伊要照顾伊生活世界。照你的信息生活万的事。阿门。
手中有能力，也互咱重视，因伊的名叫做耶和华。伊早伫着迄个地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。咱来讲求伊的地地。
上帝的认证，爱亲像外少，主要定爱起做伊心灵的礼拜日，咱要诚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，将咱的生命献予上帝，诚做伊所欢喜的灵祭。愿咱的教会诚做圣神行喜的所在，愿每一个敬拜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活命就诚做神圣的活祭。
引导，你的旨意一切，伫第亲自体，我哋是世人好。